多谢关注来看社会新闻。新北市警方进前伫市区抓了一个超过期限拘留的1年移工。这个调查者发现讲，因为要登记留伫台湾做事，用8万几块做一个假健保卡甲居留证，甚至佫用假健保卡做了3剂疫苗。新北这个专勤队表示讲，你若非法请外国人业者上悬会使罚75万。这个卡吗？要不然你这个是哪来的？穿感冒恤衫和同业人员做伙坐伫征信室，伊是47岁印尼的小姐，已经住伫台湾超过3年以上。顶个月伫新北市邦桥，互警方查到，想要到发现伊的证件拢是假的。这张看起来真简单，只要是合法或者移工来台湾，拢有的居留证，互有心人士作假。不过其实要分出敢是真的真简单，只要把居留证编去后壁，正面顶悬的玫瑰图案是光学变色色水，原本青色会变做蓝色。实际来看，真的阁有假的居留证。这位逃走的移工，若护照号码是假的，互专勤队查无资料，连带地址嘛，敢若写着新北市邦桥区南亚西路，无写几段。住伫遮的原因，嘛毋是因为有亲戚伫台湾，甚至名阁是用朋友的名，规张卡真侪疑点。这名印尼籍逃逸女移工，她在108年间入境台湾。不止如此，她还利用朋友的健保卡伪造居留证，以利就医及工作。今早刚互查到留下不良记录，为着想要登记留伫台湾，伊开8万外用假证件，上含的是假健保卡，佫已顺利注着3剂疫苗。全案以涉嫌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及刑法伪造文书等罪行，已请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伊的行为拢已经涉嫌刑事责任，逃走移工互掠着了后，嘛甲移民署讲，拢是为着要做工课，因为甲印尼相比，台湾的薪水加16倍遮尔济，伊才毋管要付出什么代价，拢想要留伫台湾。